以迪士尼美人魚中的反派角色烏蘇拉為靈感，運用暗黑紫色展現服裝的奢華氣質，還有特別以鮮紅色彩象徵生命歷程中的傷痛與掙扎，更透過黑白交織訴說青春中的成長與蛻變。佳琪高中流行服飾科115級畢業成果展，96位畢業生以 Reverie 為主題，把3年所學完整呈現在伸展台上。白是我們的青春那一面，然後黑可能是我們在成長過程中可能有一些小挫折，所以我们希望把挫折跟青春融合在一起，成為一個全新的成果。畢業後就是全新的自己。我們在夢中，然後一步一步的成長，然後我們會感受到挫折，我們會感受到困難，但是我們依舊努力，然後去實踐出我們的那個夢。學生透過服裝設計描繪心中的夢想。這次畢展從靈感發想、打版、材質搭配到裁剪製作、整體造型設計，甚至舞台燈光、音樂剪輯以及前導片拍攝，全都由學生團隊一手包辦。其中整體造型特色班不只設計服裝，更結合妝髮與飾品搭配，打造完整時尚造型。Fashion design 這件事情，它不僅不會被這個科技的浪潮所取代，在這個產業的趨勢之下，流行服飾科的整體的這個表現，不僅呢不會被時代淘汰，那更多的我們未來會再加上更多 AI 的元素。面對 AI 浪潮衝擊，不少產業逐漸被科技取代。不過校方強調，時尚設計最核心的創意與美感，仍然需要人來創造。今年畢業生在全國技藝競賽中也繳出亮眼成績，展現堅強實力。未來不少學生也將透過績優保送，持續朝時尚設計領域邁進。記者蘇海棠的報道。